后来乡亲啊，过来是921大地震满20年的专题报道。今仔日要来看台北县新庄朴树的家。当时这个大楼倒去，有45个人过往，100多个家庭无家可归。救灾人员讲到当时的景象也是后电。重点是这栋大楼才起好4年，竟然一个地震就又倒去。原来是恶质的建商偷工减料。其中一个受灾户李国民带领大家对抗建商，一步一步把家园搁起转来。朴树的家是921了后第一个重建完成的主体大楼。经过20年，因即摆过了好无？咱做伙来看。1999年9月21，921大地震，天流地震。当年于台北县新庄区博士的家社区嘛传出倒落意外，地基连根挽起来，非常恐怖。厝毁掉啊，亲人亡去啊，罹难者的家属非常伤心，痛哭失声。都没有，我闻进去现场也没有。人家那旧房子不倒，新房子那为什么凭什么会倒啊？死的真的很冤枉啊！博士的家总共3栋大楼，后栋大楼倒落去啊，整栋2栋大楼，这两条是完全变形，变成危楼，总共造成45个人罹难，100个家庭无家可归。921这段回忆对救援人员来讲，共款是我都袂记。我挖开那个洞的时候，受困者手伸出来，紧紧抓着我的手，那种，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他就感觉到说他的生命是重救的这样子。新北市消防局本年科股长贾金杰地震迄当时救助队教官伫倒落建物中连续救援将近10天，过程中医治不断，若是救灾，还个撇灾。一般是梁段的柱还是有一个间隔，那我们看到的是梁跟柱是合并在一起，那人跟家具就夹在中间，那种感伤起来就是到底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应照出任何建商无按动施工，建筑安全系数连标准的一半都无够，地势大起好4栋的新厝倒落，20天之间，博士家住户真心挺过挑战。921强震新庄博士的家社区后栋大楼应声倒塌，前栋的2栋大楼也受到了影响。重建之后，这里已经改名为民安领航，大楼从3栋变2栋，更名后也代表着走过伤痛，带出希望。即摆带你来去看阮当时92120年前迄当阵阮咧避难的在楼顶你来看卖者，一个四脚手牵手安尼，啊是讲等下啦有啥物咧倒一声，阮就通规家较好找人安尼啊。伊是博士的家受灾户李国民，虽然一家靠4个人幸运闪过劫难，但是伊12楼的徛家甲1楼店面拢受害，面临拆除命运。一世人，我拄华府总医院2间厝，我贷款办要500万，一夕之间就拢无去啊！阮2个有当家己摸面层摸咧哭。住户决心对抗恶质建商，有消基会义务打团体诉讼求偿。李国民被推选做都市经生会理事长，伊一面开计程车卫生，一面极力奔走，甲相关单位协调是中建的关键人物。叫银行团出来协商，讲伊的贷款免来处理，较好的就是讲本金搁拍折，受灾户这负担会较少啊，对哈。所以讲阮甲921基金会8%融资借钱来起厝。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伤心，说我全部的那个心血都投注在这边了，我心里会感谢朋友就是这个原因，那一间厝好倒。经过筹集重建资源，诉讼定数久长的种种困难，李国民带领住户过冬来一步一步甲失去的厝起转来。博士的家是921地震了后第一个重建完成的主体大楼，嘛加做震灾重建各方请教案例。2016年2月，高雄威龙地震台南维权大楼倒落的时阵，李国民嘛受邀请落南提供意见，予灾民传承经验。921大地震是台湾灾难历史上使人悲痛的一页。20天啊，居民走过重建之路，即卖因对灾难中站起来，未来嘛继续用坚强的勇气、勇敢向前行。第20年啊，所以讲我嘛是好啊，甲生活啊，即卖嘛会使讲比以前较好啊。